深圳暫時只有一間 Conrad 康萊德酒店，位於南山區聽海大道，萬象前海同一方匯就喺隔離。地鐵桂灣站 A2 出口行5分鐘，由深圳灣口岸搭網約車大概20分鐘就到。酒店大堂有格調，好有氣派，擺咗好多藝術裝飾。呢間酒店嘅房間最細嘅面積都有600平方尺，有部分嘅房間仲可以望到日落嘅海景。今次我就揀咗豪華海景大床房，就係最細面積600平方尺嘅房型，2600蚊含雙人早餐一晚。呢間房嘅賣點就係呢一個180度日落全海景黃昏景色，金光閃閃，非常吸睛。話明今次係酒店小度假，所以2日都喺酒店用晒佢哋嘅設施。健身中心24小時開放，地方雖然唔算好大，不過設備好齊全，玩到幾點都得。酒店裏邊有4間餐廳，我就去咗3間。晚飯就去咗印情，聽講呢度嘅主廚歐國清師傅喺國內係好有名氣。裝修設計係走粵菜風格，食物質素都唔錯。始終係酒店裏邊嘅粵菜，價格一定會貴少少。我哋2個人食咗咁多嘢，埋單要800蚊。呢度嘅酒吧叫做回，佢係有 live band， 現場氣氛好好，感覺唔錯。自助早餐就由齊安西餐廳提供，餐廳面積好大，食物款式豐富，味道相當好。室內恆溫泳池係一個直徑有23米長嘅泳池，好少酒店會有咁大嘅面積。旁邊仲有一個按摩池，可以望住一個咁靚嘅海灣風景游水，係咪好正呢？今次喺呢一間酒店嘅小度假，感覺好 chill， 好 relax， 大家都試下。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